网具陆续收回中，网具陆续收回中。水上快艇。现在是108年12月22号下午4点30分，在内安南0.5海里 ，PP-138艇押解大陆渔船，开始进行海抛的动作。好了，全部都到了。事件加上澎湖队的各艇来强化这一个海域的巡逻。那在本日由本队的洪队长率领138艇，那有苗栗舰跟澎湖舰来实施扩大的规律守荡。那我们在早上9点18分在猫屿的西南22.65海里那就发现这一艘闽东鱼516这一条这个滚轮式的底拖船那进入到我们的海域里面来拖网作业。那本舰立即这个调派小艇下去实施拦截，那将它这个带岸留置来做调查。那